Okay, let's go. 在越南，不论是漫步街头，还是搭乘人力3轮车欣赏街景，都会觉得相当惬意，因为它是一座步调缓慢的城市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而台湾也有很多客家人前进越南经商，像是 Andy 哥，他们一家人就从苗栗到越南打天下。而我的越南之旅，在他们热情的招待之下，玩得尽兴，也吃得超饱。没想到在越南也能吃到好吃的客家料理，一道道美味佳肴上菜，客家小炒、姜丝炒大肠，每一道菜都不陌生，味道也很有台湾味。因为这家客家餐厅是台中东市的客家人前进越南开设的，这里对于当地的客家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聚会场所，因为可以让大家一解乡愁。平常客家文化也冇人去讲，也冇人推动。故說就會抽到講，客家人跳下來啊，特別嘅客家食飯啦、打水鼓啦，慢慢的出省呢隻飛，有隻飛嚟，客家唱山歌啦、唱講客啦，有乜嘅民俗文化，客家跳啊聚在一起。出腔很些時間，唱係做到苗栗，叫佢做到新竹、屏東，客家人的撞下，啊你做客家感情做得凝聚腔下來啦，聯絡感情，節節相助。聽你說有一些客家人剛剛講的較弱勢，大家商務上啊、商場上的資訊的交流啦。一起吃客家料理，还能够分享心情大追顾。对他们来说，在异乡打拼，这些家乡味就是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。所以在越南，他们的聚会也没少。除了泰嘎 Q 哈大追顾，还会一起唱山歌，一起同乐，因为歌声也能解解乡愁。愿叫本忙祖宗年，千年气氛融洽，开心话当年。这样的聚首，让他们觉得好像回到台湾。对他们而言，身在异乡，但一样想念家乡。在越南的客家料理有妈妈的味道，泰嘎 Q 哈大追顾是异乡游子一解乡愁的良方。